好，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准总统赖清德，伊讲520就职了后，愿意去立法院做国情咨文。根据了解，这国民党团有要求总统逐档拢爱去甲立法院报告，也毋过即马袂搁再坚持爱随问随应。民进党团是表示讲，这问答的形式会当搁再讨论。只要立法院邀请那有根据宪法跟现行法律的安排我一定会欣然互惠。准总统赖清德明确表示，520就任了，愿意到立法院做国情咨文。若是真正期将会创历史纪录。根据了解，国民党团的版本国会改革法案内面，其中有一条就要求总统每年爱定期向立法院做国情报告，而且爱回答立委的问题。但是无搁再坚持随问随答，也接受通问通答。同问同答是目前为止可以讨论的一个方向。至于是3个人一次的答、7个人一次的答，还有这个同问的方式怎么样？我想这个细节部分，大家还是要再做一个更精致上面的一个推敲。合宪性是不是在野党要去扩大解释？我想这个我们希望在野党能够在宪法的精神里头予以自治，程序的规范还需要各党团那进行协商。因为民进党团认定随问随答是违宪，将会反对到底。但是通问通答会当讨论，有民进党立委是建议以党团做单位分组提问，最后的形式也该经过调下协商才决定。你知道有一个规则，我要让你们知道，我要怕你们不胜处罚。你要问的每一个问题，都要让我能够答得出来才可以。这个是一定知道。赖清德伫咧2日到屏东参访外商的美乳品牌伫台湾的首场。用轻松的态度面对知识问答，也拿520未进行的第16任总统、副总统就职典礼公布主视角，用4个色水代表自由、民主、自信、优先。上重要的是，赖清德要发表就职演讲，也拿国宴将会第一遍刷到台南赖清德的本命区举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